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母亲节，愿在座的母亲拢快乐，拢心满意足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也愿在座所有的做囝儿甲查某囝，拢会晓箴言中间所讲的，爱互你的老母、爸母快乐安慰，互你的母亲欢喜。免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来到圣殿，透过你的话来得到福气。主啊，阮今日要通过你的话来思考你设立家庭的意义。求主，互阮有智慧、聪明，会当明白你的话，来照安尼去行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做伙咧来思考箴言23篇的20、29、25节。这段经文讲起造一个快乐和谐的家庭的一个原则。所以这篇信息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。特别伫今日这个时代，咱看见的社会毋是真平安。常常有真侪混乱的事发生，有真侪复杂的问题。其实咱若详细来看，大多数拢甲家庭有关系。如果会当解决家庭的问题，就当改变咱的社会。咱的教会嘛是对一个无共款的家庭所组成的，所以咱会当起造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咱的教会也充满上帝所赏赐的喜乐，互家庭每一个人拢会当感觉幸福感，安尼就会当互整个社会以及咱的教会拢变成最和谐。所以咱要透过今日的经文，领受三个真重要的方向。今日其实是牧师是要甲大家讲第一讲，咱来讲4个爱家的智慧，听厝的智慧。听咱的家庭的智慧，咱今日先讲一个基础，互大家了解。我要甲大家分享3个重要的方向。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，你若是一个听你的家庭、重视你的家庭的人，你就爱尊重家庭，上帝所设立家庭的伦理甲特殊。今日真侪家庭甲社会的问题，主要是出在无特殊、无伦理。真侪家庭的问题就出伫遮，老爸无亲像老爸，老母无亲像老母，囡仔嘛无亲像囡仔。所以咱爱明白，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，拢有伊的律理。只要咱顺上帝的律理，伊的心意去行，自然的凡事拢顺利。举一个简单的例，迄个种植的人，伊拢知影，伫春天的时阵爱野种，野种了后，伊伫春天热天爱好好来照顾遮个种子、遮个食物。到秋天的时阵，伊会当收成。冬天天气遐尼寒，咱就会当享受咱收成的遮个成果。这就是上帝互四季运转的一个律理。你若照这个律理来行，就真自然、真顺利。如果你若无要，你若冬天的时候要起来野种子，冬天的时候遐尼寒，种子无法度生炭，你自然而然秋天就无法度收成。所以咱就爱照这个律理，上帝的律理来行。咱咧明白就是讲，上帝设立婚姻甲家庭的制度，这是一种恩典，这是互咱的一个礼物。所以咱就爱照上帝所定的这特殊伫家庭中间来运作甲生活的时阵，这个家庭就是充满温暖甲快乐。今仔经文甲咱讲，你爱听趁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也袂当轻视伊。这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家庭功课，就是咱家庭的
顺序，爱对孝敬父母开始。孝敬父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咱知影10条戒，头前4戒是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然后第5戒开始，一直到第10戒是咧讲人甲人的关系。其中第5戒就是讲人甲人的关系，第1条就是讲着啥？着孝敬父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上会当久长。所以这是人伦中间，人甲人的关系中间上界重要的一个界面，爱孝敬父母。保罗嘛安尼讲，恁做儿女的爱伫主内听探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爱孝敬父母，互你得到福气，伫世间的长岁寿。所以可见对旧约到新约，圣经的价值是一贯的。上帝所设计家庭的特殊，就是厝内底儿女爱孝敬父母，爱尊重父母。点彩父母年纪较大，但有时做囝儿的感觉讲，你的思想已经过时啊！你的体力嘛无比我较好，你的想法嘛无比我较好。但是上帝爱咱孝敬、尊重父母。为什么要安尼？因为这项命令会影响咱的一生。有3个理由。第一个，咱来理解，甲父母建立好关系，透过孝敬父母来甲父母建立好关系，这是所有关系的基础。一个人要活了快乐，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爱会晓享受关系。牧师有观察我四周围的人，那迄个真快乐的，每一天拢感觉真喜乐的人，一定是甲别人关系足好的人。有的人真有成就，但是伊就是无快乐，因为甲别人的关系就真无好，所以这种人袂快乐。咱要安怎去享受甲别人的关系？就是咱自细汉就爱伫一个真好会当甲别人接触的关系中间去学习。一个囡仔出世，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父母嘛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是伫家庭中间，甲父母开始学习安怎去做甲其他人的关系。虽然做父母的、做时代的、做阿公阿嬷的，对咱的囡仔有真大影响。咱甲别人的关系模式，就是伫家庭中间，通过甲父母、甲阿公阿嬷所斗阵来定型的。遐甲时代斗阵了真好的人，因的人生压力相对减少真济，因甲别人的关系嘛真好。所以上帝命令咱爱孝敬父母，就是安尼，因为这是所有关系的基础，是咱学习甲别人建立关系真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这咱要清楚。第2项。孝敬父母是尊重所有权柄的开始。伫厝内袂晓尊重父母的人，我相信伊绝对袂尊重上帝。咱拢是伫家庭中间学习尊重权柄，也就是讲，父母其实上帝互咱对咱的细囝有权柄，这权柄是有责任的。也就是讲，上帝互每一个做父母的有权柄来帮助囡仔，互因更较明白上帝，互因更较发展家己。大家敢会记得，咱前几礼拜，咱有做圣礼典洗礼。洗礼的时阵，咱有做小礼洗礼对无？父母会将伊的细囝抱来到上帝、甲众人的面前。牧师要来这囡仔洗礼的时阵，我拢会叫大家起立，对无？然后我来洗礼的时阵，我讲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然后所有的会众拢爱讲安那，阿门。意思是讲，阮同齐拢对这囡仔的信仰成长、教会生活有责任。所以当咱对咱知影咱伫
接触的每一个比咱较细汉、比咱少年的囡仔，咱拢对有责任、有权柄，帮助伊认识上帝，帮助伊发展人生。特别是甲伊每一工拢接触的父母甲时代。但是有一点，牧师要大家提醒：权柄的顺服，权柄是伫顺服上帝的基础顶面。上帝互人有治理的权利。咱来理解就是讲，这人爱顺服上帝，伊才有对别人有权柄。伫家庭中间，若要讲权柄，先爱有顺服敬畏上帝做基础。意思是讲，父母时代爱先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了，你较对你的囡仔有权柄。若无吼，咱用咱的血气，用咱的软弱的人来经营任何机构，拢会出问题，包含你的家庭。所以，咱先爱敬畏上帝，咱才会当帮助细囝去尊重权柄。这个囡仔以后伊去工作的时阵，伊会晓尊重顶司予伊的权柄。伊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伊会晓尊重对上帝、敬畏上帝的权柄。第三项，孝敬父母，这是医师家庭的特殊的一个要紧的基础。儿女只有伫孝敬父母的基础顶面，家庭的特殊才会当维持啊。如果每一个家庭拢有特殊，社会就会得到和諧，社会和諧，人就会伫幸福中间。所以孝敬甲尊重，这是上帝命定咱伫家庭运作的特殊。有这特殊了后，有这伦理的家庭，咱就会当享受伫家庭的生活中间。所以第一项就是爱明白迄伦理特殊，对孝敬父母开始。咱在座若还有父母伫的，咱真正爱适度找机会，对咱的父母表示咱的感谢，对咱的父母表示咱的尊重。因为你爱理解，咱父母若无咱因会加速开活。咱有做父母的拢知影，若无囡仔，咱会加速开活。所以一定爱把握迄个时间，毋通亲像我的老爸足早过身，我的老母嘛过身去啊。即马要表达我对因的感谢，已经无机会啊。所以咱若有父母的，一定爱适时去感谢父母。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机会，请大家一定要把握。第二项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，你若听你的家庭，你着爱伫家庭中间顺服真理。咱对遮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讲，你着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教训、甲聪明，也袂当卖。意思就是讲，这是咱人生中间上介宝贵的宝藏，咱来把握掉的，爱持守掉的，袂当放弃。这就是真理。真理是非常宝贵，真理成做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来管理你的生命，来管理你的家庭。头前咱所讲的第一项，爱遵守迄个伦理甲特殊。伦理甲特殊的基础，就是上帝的真理，爱按照上帝的真理来教示囝儿，互真理落实伫伊的生命中间。这真理为咱带来智慧。上界大的智慧就是安怎？就是明白敬畏上帝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明白至圣者就是聪明。真可惜，咱这一代的父母常常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。咱常常真重视囡仔的成就，无重视囡仔成长的品格。这其实是真大错误。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讲，毋通甲即世间同款，爱心意更新变化家己，爱去查验啥货是上帝善良、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意思是讲，咱毋通甲即世间同款，咱爱用上帝互咱的价值观来帮助细囝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这是真重要。咱帮助伊去装备咱的囡仔。
而且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真重要的方向。第一个就是帮助咱的细囝明白上帝。咱要爱咱的囡仔顺服真理，都爱互伊明白真理。真理是对上帝来，咱互细囝自细汉就明白上帝，这会带互伊一生的祝福。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爱带囡仔来教会的主日学，互参加教会活动。我最近无讲道的时间，我就会落去主日学遐看老师咧教主日学。咱真感谢上帝啊！咱双连教会有上介认真、有上介有听心的主日学老师，咧帮助咱的细囝明白信仰、明白上帝。所以咱只要将咱的囝带来到教会主日学，你看拄则咱儿童合唱团咧献诗的时阵，林会长咧祈祷的时阵，到尾爱念主祷文对无？啥物人念上大声？因即阵咧念比咱所话来较大声。所以就是有品格教育，有信仰的教育。这咱来做会到。第2项就是咱本身爱做模范啦，因为你上来教会，伊来教会主日学1点钟、2点钟尔，但是伊一天24点钟差不多甲你斗阵，所以你本身爱成做一个典范。咱来理解就讲，囡仔因目睭拢有咧看咱，伊对咱学真侪物件。你讲啥物款的话，你做啥物款的动作，囡仔慢慢拢会愈来愈成立。所以咱真重要，伊有咧看咱安怎敬拜上帝，伊有看咱安怎咧处理代志。所以咱来诚做囡仔的典范。若无，咱带伊来教会教了真好，结转去，煞叫你母派。所以咱家己本身爱诚做囡仔的一个典范，互伊明白上帝。第二，咱来帮助囡仔明白伊家己。咱知影囡仔有伊无共款的个性，无共款的温数。你的囡仔可能有一部分真像你，但是伊有搁较侪部分甲你无共款。就是你毋知影的部分。咱做父母爱帮助因明白家己。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共款的特色，甚至共款父母生的囡仔嘛有真无共款的个性。像我有2个囝迄个性完全无共款。大汉的真外向、真活泼，做爱交朋友。伊4月初10生日庆生，庆生1个外月还搁咧庆生。逐个暗拢招无共款的朋友出去庆生，若讲规定伊讲受难酒迄酒袂当庆生，其他伊拢安排好。朋友真侪，细汉的较内向，拢较避暑。但是伊性格真敏感，真会关心人，搁真够会辅导。我常常咧看伊咧甲人辅导伊咧，伊的同学。所以2个囡仔，共款父母生，无共款个性。所以咱毋通用咱家己定型的想法去限制因的发展，爱帮助因明白家己，互伊发展上帝伫因生命中间的温数。第3项，爱帮助伊享受生命。咱拢知影，生命真短暂，而且真无常。咱会当陪伴咱的细囝的时间嘛无真济。但是做父母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帮助咱的囡仔找到伊生命的目的。照正确的生命的目的活，生命就有意义，就当享受生命。咱拢有经过咱的人生嘛。咱会当帮助咱的细囝，互伊人生的道路会当行了较平顺淡薄。
会当时常甲伊分享生命的代志，毋通互伊，因为即摆会当影响咱的世界的代志太济啊。电脑一拍开，也是讲因接触的物件太济，会当影响因的价值观。咱应该爱开较济时间来帮助伊了解生命真实的意义，互伊会当用伊一生来享受、使用伊的生命，因领受祝福，也互伊四周围的人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。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咱一个疼咱的家庭的，咱就爱学习彼此相疼。经文的最后安尼讲。义人的父亲的确大得着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也的确因为伊欢喜。你也互你的父母欢喜，互生你的快乐。当然，父母若生出有智慧的囡仔，的确因为伊来欢喜。咱拢真欢喜看见咱的囡仔会当敬虔听上帝，会当成做一个正直的人，照上帝真理来生活。这是对父母上介好的报答，但是这中间有一项真重要的要件关键，就是疼。父母用疼，真心疼咱的囡仔，帮助伊明白上帝，帮助伊明白家己，帮助伊享受生命。儿女因为接受父母这款的疼，伊也知影爱用疼去回应其他的人，回应父母。安尼，咱的家庭点是会充满疼，充满疼就充满喜乐。一个快乐的家庭，的确爱用疼来维持。咱拢知影，金子会当起造真水的厝体，但是只有疼会当起造一个温暖的家庭。耶稣安尼讲：，你若彼此有相疼的心，众人就因为安尼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咱台湾人，我拄则讲过，比较较袂晓表达咱的疼。今仔是母亲节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咱除了向咱的母亲表达咱的感谢，咱嘛爱向咱的太太表达咱对伊的感谢。伊为着咱的家庭牺牲真济，咱来当适当去表达咱的感谢。体谅另外一半，也是讲体谅咱的时代，因的苦心。我相信上帝的祝福就临在伫咱的中间。求上帝手赐，互咱对耶稣遐来的疼，去疼咱厝内底的人，咱会当起造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。愿上帝亲自祝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神恩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阮学习安怎起造一个合你心意、充满疼的家庭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，会当伫即个时刻来起造温暖合你心意的家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